在新闻要来讲一个独家的消息，防疫进入境界了，有真个学生拢伫个厝内透过网络实咧上课，无度甲这同学做伙耍。有一个大人爱上班嘛，无时间陪伴囡仔，所以讲高雄有一个查某囡仔呢，巴肚长到有闹事的情形，因老母是有够着急。医生讲这是大肠的激素症，而且防疫期间来求诊的学童愈来愈多，主要原因就是安怎？因为伫防疫期间，囡仔无正常的人际交流，才会出问题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好，我快回家了。张小妹打电话要找妈妈，因为疫情期间，一个人伫厝内真正足无聊，看电脑、用电脑，大家拢是远距离教学。疫情期间，大人嘛无法度一直陪伫囡仔的身躯边。无了解伫碰椅并来并去，坐起来了后，搁继续倒落。甚至时不时搁会伫摸巴肚，安尼日子一天过一天，恐惊嘛已经破病啊。就是一开始会觉得肚子突然间很胀，他原本想说没什么，他就会一直去想，因为以为他是肠胃出问题啊，嘿呀，然后所以去看，然后我就没有像，就是那时候看他这样也觉得很心疼啊。安尼状况伫疫情期间毋是个案，医生讲因为学校停课，学生无法度去学校和人接触，嘛无法度正常来交朋友。安尼状况伫疫情了后一直增加。大肠急躁症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疾病，但是在疫情期间，这些统计的比率大概是原本的2倍。医生提醒，安尼状况会看病人严重的程度来开药啊。不过上重要的，也是厝内人爱加因陪伴，才会当来解决长寿症。